中华队选手冯俊凯就是靠单独一个人去赢得这些成绩，应该是还蛮不错的。然后针对其他队员做过蛮多次训练上的演练跟地形的观察，应该可以比之前做的还要更好一点。届时除了网络全程收视涵盖50多国的欧洲体育台，也将以20种语言播出赛事精华，透过双轮赛事让国际看见台湾。